一走入百货，日本插画品牌 Assaman Goods 的经典角色就映入眼帘。从大门、电梯到服务台，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作者原田智以复古美式的风格风靡日本之后，在2023年首度登台，就刮起一股可爱旋风。今年延续这波热潮，18号起更快闪 Folk 时尚流行馆。以日本车站的复古售票亭为造型，要带来满满的可爱能量。店内有浓浓台湾味的嘎基德亚等热卖商品，还有近50款好可爱的人气周边角色，在首日就吸引粉丝来朝圣。可以在百货 Focus 这边可以看到原田角色的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就是又买到它的周边，就觉得很可爱，而且就是买到这样子的东西的话，就是日常的时候都会看到，觉得蛮开心的。百货为了满足粉丝，也特别串联在地人气店家，推出专属台南限定 Day and Night 的集章活动，让大家边玩边集点。更值得期待的是，同步推出免费寄送明信片以及散步小方包和保冷袋这2款超实用的满额礼。那我们 Focus 本馆这边，除了就是有刚刚看到那个快闪的 Mini Stop 小卖店之外，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整个百货都有联名档期赠品，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提袋，然后希望大家在台南早上散步，然后晚上有可爱的疗愈。Assaman Goods 的风格就因为和日治时期建立的林百货类似，所以业者在顶楼提供咖啡和轻食的餐厅，再次联名推出2道甜点和茶饮的搭配，要让粉丝享受被可爱包围的感觉，好拍又好吃。来到这边，然后发现有这样的餐点，还蛮有吸引力的。加上他们有送一些卡片啊等等的，就觉得还可以做个简单的收集，还蛮开心的。然后今天刚好看到说有这样一个餐点，觉得蛮有吸引力的，所以想说要来尝鲜看看。2025年 Assaman Goods 以 Go to 台南2部曲再次联名登场，邀请您一起来台南变可爱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